按右下角媒体库，按右上角自己频道的标志图，按你的频道，进入社群，按社群，按贴文，分享，建立贴文发布，关键字词都有加那个井字哦。关键字词加井字。哎，画花了呢。画花了哦。加井字哦。好，然后呢，发布以后要点按超连结，有超连结功能，点按。哦，你看就这么多了，内容丰富啊。再点按发复数的，哇，好美哦！你看，影片目录、影片资料库啊。再按那个花的画，哦，你看画花的绘画教学，内容丰富啊。